后人会走来阮兜，都是迄个四所做的。对，迄个四所就是因为要爱这个红姑爱袂着心肝头咧爱着，啊，这个千方百计想要陷害着你两个心肝囝，毋则爱红姑爱会着。安尼啊，啊好啊，啊这个四所这个小囝哈，啊伊今仔日敢做这落代志，伊靠伊有钱有势，食饱才算这人真够，因祖妈赞你爱调，啊好，因祖妈要来金门甲过。金门过哦，过去也袂晓我带你来妈祖。哎呦，唔是啦，我要来衙门甲过啦。吼，我。哎呦，阿姆啊，你莫安尼冲动啦！我甲你讲吼，因拢串通好啊啦，咱若无证无据吼，你无伊的法度啦。对啦，大家一个啦，嘿，莫遐冲动啦！我跟你讲哦，咱这上主要的吼，都爱来想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才会当互你两个心肝囝脱罪。哎呀，即马紧急的关头，免哪有可能想出两全其美的代志呢？我再讲，迄苏公主安尼干巧，哪有可能认罪啦？我凊看咧。是咧凊啥啦？阮两个囝安尼稳死定啦。讲来讲去吼，因兄弟啊安尼，就是阮爸仔囝害，我实在毋知要哪做啦。阿母，这件代志都是由我引起的。我看我规气来去找苏公主，拜托伊放伊倒转来。嘿，袂用的啦，红哥啊，你莫安尼啦讲啦，你安尼去所教吼，等于哦送肉入虎后呢。我甲你讲啦，放心，无代志啦。阮爷爷足厉害，伊想办法叫因出来。啊！请出来，请出来！哈哈，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恁这两口罩啊，会当熟悉我，拄我会着卡赢狗斗换一招，我保证吼，你两个心肝宝贝囝绝对无代志的。有影哦，哎呦，我迄两个后生即马吼，要生要死拢真靠伫咧你的手头的，无论安怎，你一定爱救阮囝嘿。嗯呐。爷爷，啊，你那个坐在这创啥呢？啊，我无坐伫遮是要叫我爬起来跳舞呢。啊，你毋是讲要去叫你的孙婿呢？啊，遐我煞袂记哩呢，我未来的孙婿，我所有会当传宗接代唯一所靠的就靠伊。是啦，即时就来去，吼，嘿嘿，紧。阿母，你毋通阁烦恼，这件代志我一定会想办法弥补。我即摆已经决定啊，我要监督阿母的身躯边，好好照顾你。对了，因两个兄弟啊，强烈的关，你无甲照顾，是要叫谁甲照顾咧？乖哦，多谢哦。耶！啊，这人家真滋味，满江起味啊！那条枝都较爱你，妈咪是红旗旗。恁两个是调教呀？什么时阵啊？啊，搁咧唱歌？奇怪咧，啊，为着我要死啊，唱歌轻松一个袂用一了。这是咩？当然袂用一。参见师爷。恁两个想较清楚尔，这是牢房呢，唔是卡拉 OK， 也是 KTV 哈。两撇嘞。我感觉真奇怪了。自阮兄弟啊入来这牢房了后，你逐工来甲阮照顾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恁犯人呢，重犯了，啊，我有这个权利叫人顾好势，惊恁脱逃啦。哎呦，啊若听你安尼讲，阮就搁甲你说多谢你的关心咧。这免客气。对啦，我甲你交代，因两个看阴暗，尽量要食啥饭菜酒菜，传到丰富人食。要唱歌，尽量阮唱，唱到爽为止啊！是。大，你有听无？赞哦！你看，那迄个心肝就歹了，叫咱也袂用去唱歌，啊，人这个两撇做人偌好咧，叫咱听唱歌唱好爽爽，入面传这饭菜真青草，互咱食过烧酒好水，赞哇！哈！你去死啦！拍什么婆啊？你真正唔知死了。啊，要传饭菜互咱食，搁要传烧酒互咱啉，就是过两工就要互斩头啊啦！要斩头！大啊，你变怎？爱靠！爷爷，别让老婆，你
代志，这摆我都唔知影。哈哈，我若讲甲，互你下捌喙手好拍甲啦，这代志我慢慢才来讲互你听啦。哦，你家老公，啊，无你到底是咧靠安怎？你唔知啊？拄仔两批来讲哦，要传足澎湃酒才好，两个兄弟喺遮，搁要三酒烧酒互咱啉，你甲阮站头啦。哦，上头代志我就是知影，毋才甲爷爷来。这死了安尼要安怎？无要紧，你照我办法落去做，知无？哦，安尼。Alright， 两个手牵好好势，安尼手揪出来。来，预备，咕噜数不咕，咕噜数不咕。啊，人拢走去啊！哎呀，哎呀！水啊，这来，水啊，这是我淡薄仔心意，请你笑啦。无咯，算起咱家己的人对不对？傻公主啊，你真是够礼数啦。哎，水啊，这是应该啊。人哋讲哦，有功必有禄啊。哎，你是嫌伤少哟？啊若无哦，一定要收起来啦。对啦对啦。啥物咧嫌伤少咯？你若咧讲哦，我就无客气，甲你收起来咯。你应该，因为水啊，以后吼，我还有真济代志吼，都要麻烦水啊，你甲我斗相共咧啊。而且，傻公主啊，唔免讲麻烦，你的代志就是我的代志，你若有啥物问题，做你来找我，本师爷决定甲你效劳。哎，水啊，你做人哦，确实有影有够豪爽。哪里？阮少爷吼，想讲要甲关老爷见一个面，希望哦，你会当甲伊引进啦。啥物？你甲关老爷见面？只要你若有时间，本师爷决定带你来关老爷啊，甲伊见面。水啊，你对我较是有影好呢。哪里？来，请。苏呀，代志冇啊！是啥物代志冇啊？恁两个走小囝叫走去啊！啊！